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来讲台湾话外来语啦。讲吼，真侪台湾话，咱日常生活中咧对答所讲的话，拢对日本话来。慢吧，马库尼啊，我倒摆咧吹油，搁做工课咧压片子、压落来吧，迄拢共款对日本话来呢。过来，国情来讲，讲我一个好朋友，一个兄哥带啦，带吼，人伊吼装潢做目涂水，拢做了真好啦。啊好，熬伫底。煞毋知影讲，伊少年就去学功夫，学到即马已经栽培甲2个囡仔真大汉，嘛共款对伊伫咧做。伊的功夫实在是一刀斩。即句一刀，日本的外来语，咱有当地啊伫咧写拢写一刀，就是讲刀尖迄个刀，温刀迄个刀啦。实在讲，日本人咧写汉字就是写即2字，一定。日本的发音就是一刀，一刀斩就是对遮来。讲熬功夫斩，一刀斩，因为久年来老师傅已经各种的经验当中有啊。你讲要贴砖啊，要请架，要顶房啊，伊都无一项袂晓的，连牵电线、做水电嘛会啦。啊，当然啦，既然功夫一刀斩，人就一再相报咯。今仔日膝头休困，做线尔，明仔载人阁引起别位咯。啊，出现，阮遮吼，原来一间便所要敲掉。要重新搁再做风水，要大太如你有用无？哦，出现，阮遮吼厝要隔间啦，用房仔隔就好。你要来斗3工一个无？这叫做啥？膝头真小只。即句话原来日本话，咱社会上常在伫咧讲。讲我在阿达里，阿达里好甲歹，上接应用，上接听，就是咱遮的走车、计程车的司机大哥、运将大哥。啊，今日阿达你好无？你上车甲问伊就会讲袂歹，载到你吼，即摆才3点外尔，已經第12個人客啊！啊是安那会補3點外有才條載到第12個人客，啊，就一個落車隨接一個上車。啊，若講要靠去外口學，去外口學的，安尼就是阿達你歹啦。今日安尼四架飛已經坐3、4逝，共遮大通無人甲揸車，無人甲下手啦。安尼阿達你才歹。毋過吼，若阿達你好，一個接一個。钱水唔才会活，所以阿达利即句就是讲运气。来讲出来，阿达利好，今日遮做完休困，明仔载人随叫去别位做，拢无通甲轻盈就对啊。啊吼，当然，伊对各种无共款的环境，头拄啊国情咧讲的，做涂水要抹壁伊也会，另外做车架伊也真知情，所以就会讲建议讲，咱干那厝内要隔一个房间来，我再甲你用美利亚邦就好。美利亚邦即句话原来日本话呢，无毋对啦。照道呢咧翻，咱来讲夹邦，毋过无人讲夹邦啦，咱拢嘛讲美利亚邦啦。美利亚邦日本话汉字正就是安尼写。国情即个小故事，家己安尼编一个讲，咱就知影讲，原来日常生活中有遮侪台湾话，拢对日本吸收外来语就对的。